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喜信。今日喜信呢，伫彩色人生这个单元内底呢，特别对台中来到咱水上这一个民生社区，阮这一间真耶稣教会南面教会这会堂家，要来访问到老树婉姊妹。树婉姊妹呢，要来咱节目中，甲咱来分享见证，伊安那来入捌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树婉姊妹你好，主持人你好，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树婉。真欢喜伫这个空中的所在来分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好是，树婉姊妹，你今年几岁啊？我今年29岁。29岁尔，才少年吼。你本来敢是咱住伫这水上乡这个人？毋是咧，我细汉时阵是伫基隆的所在。哦，你基隆出世的。嘿嘿嘿。后来搬来到啥物所在？后来搬来家己水上遮。哦，水上遮啊，来遮住偌久的时间啊？因为我当阵是差不多国小3年搬来的啦。国小3年啊？嘿嘿嘿。做囡仔的时阵搬来。嘿嘿嘿嘿。啊，来到遮会适应？还好啦，还好。你讲对基隆来到中部安尼吼，基隆算雨较济啊。吼，嘿啊，对啊。啊，这边遮算较大，较热安尼。不过咱人就是安尼吼，人生敢若像迄个做人客共款，搬来搬过去安尼。啊，从树婉姊妹吼，你爸爸妈妈是咧做啥物工作？阮爸爸是咧营造啦，基础，嘿嘿。哦。嘿，阮妈妈是伫家庭主妇安尼。哦，所以做这营造的吼，比较较会走来走去吼。为了这个工地的缘故，所以定定安尼走吼。树婉姊妹，像恁较早住伫基隆，即马搬来嘉义，这算水上乡嘛吼。恁细汉的这个信仰情形，你敢知？我细汉时是伫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大汉的，但是我对于这拜偶像的有小可会有恐惧感呐。安怎讲？因为吼，讲细汉时阵吼，那安怎的就爱去收惊拜拜。虽然讲有一款宗教信仰，但是嘛是感觉心内感觉真惊吓，拢会无平安的感觉。所以虽然讲爸母是拜拜的家庭，但是咱这做事实的人基本嘛毋知影讲这个信仰是啥物吼。反倒当后头些安尼惊吓，但是无法度厝的就是拜偶像的，厝的就是这种民间信仰吼。啊，所以无形当中爸母叫咱安那信，你就安那信。啊，拄着啥物代志，就是安那去做。大概是啊，但是袂当满足讲，到底咱是毋是有需要这个信仰？啊，这个信仰是毋是造成咱有一个平安的感觉？有当时咱根本袂当甲爸母抗议，嘛袂当甲咱所拜的对象感觉甲讲啥物？因为家这个选择呀，有其他的选择，除了你有去听到其他，所谓一个正确的这个信仰吼。对细汉的时阵，你除了讲厝的是拜偶像吼，啊定定有做这个，若去惊着去受惊创啥，这有诶无诶吼，这代志以外，你敢捌听过段有关耶稣的故事啦、道理啦、圣经内面的话啦，敢捌听？我是伫家迄时阵毋捌听过吼，但是主要搬来家己的民生社区，迄样阵我伫国小的时阵吼。是一个老师啦吼，伊是伊就敢若过歌会款，伊就甲阮讲一寡阿东夏娃，咱的祖先，一寡历史的这样素。咱安那来的？对，好，感觉讲听了这吼，真愈爱去听啦。所以伊甲我讲，我嘛拢会记哩。会记诶。迄个搬来民生社区进前吼，我是住伫水上的中正啦。中正。像阮兜对面拄好吼，是一个神爱世人诶。一个教会的，一个信徒。因吼就拢会甲我讲耶稣基督诶福音。像就讲之前是接触着。伊就亚当夏娃，即摆吼会进阶一层的是在着伊甲我讲耶稣基督，大家伊来甲我讲过了，我拢感觉做贼心诶，觉得自己都是一个罪人，拢会感觉讲吼，因为伊甲我讲了，感觉做爱去听那种出去外口诶话和人接触，嘛感觉讲吼，伊袂得遐满足，但是大家听伊讲耶稣救人福音了吼，我感觉心肝人吼拢足欢喜，安尼吼，所以其实耶稣基督真早以前已经甲你慢慢咧甲你准备啊。后来你是安怎讲会对人甲你报这耶稣基督这个道理了后吼，
啊，进一步吼来讲，咱一年所到来4年所。我就迄样阵厝内底吼，有一寡变化，所以个搬厝，吼，佮搬来水上的民生社区。哦，迄样阵我拄伫国中阶段，嘛拄好毕业，拄厝边啊吼，搬来一个细路的人就对了。但讲看因吼，拢出去大概时间是到7点外的时阵，是8、6时啊，吼，拢会开一个卡板啊，然后吼，去对，我再去对，反正就这个时间就会出门安尼。他就一个静静，就是讲。像种教会拢有来分传单，我做好奇是要做来去听，但是无伴吼，啥假去，他就到这时阵都要厝边隔壁都搬来一个细路的我三姊妹，我会出入入，我嘛拢会含因三姊妹拍招呼，比较个因就是开学了，我就是像阵就是规当中就想讲要较定去互因妈妈，较甲因妈妈开讲，因妈妈就甲我讲一寡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我就。对，这个罗妈妈吼，做伙来教会听道理安尼，安尼来无道，来接受啊。这讲起来嘛，足奇妙的吼。但这方面也要互咱知影讲，其实一个真有道理的这基督徒来讲吼，真正伫咱这基督徒的这家庭顶面，就是会发光，爱做盐做光，会让感觉讲因的行为足好，因的这个信仰非常虔诚，拢照起工。伫当这时吼，罗妈妈叫你来教会聚会，你就来参加就对了。无道期间的过程到底是安怎？伊爸阿公叫我做伊同齐去教会听道理啊吼。像阵我嘛讲来听道理，透早也来，下晡也来。我讲听了也是觉得说真满意，然后感觉讲教会兄弟姊妹拢真有爱心，我就想要来，拜伊就因为唱诗祈祷会啦，拜拢会7点半到时嘛对团队人员，拜3、拜5，然後超一禮拜當中羅媽媽啦就甲我講咱愛求聖靈甲我講我有罪唔敢求聖靈啦，因為我是一個罪人，我是真是性格的，我唔敢求聖靈啦。你較國中才畢業畢業1年2年你哪知家己感覺講你有罪？因為我迄陣陣迄未來接觸這耶穌基督的時陣我嘛是家己個性嘛真叛逆啊。因為我迄陣陣佇國中的時陣嘛，我會和人紛爭結黨，安尼啊，我會罵沙離經，我會翹課。感覺講家己過了生活嘛，講食空伊雖然講含大朋友鬥陣做位，我嘛是家來轉來的時陣感覺講做魚空的，係啊，來得。你嘛唔知講為啥會甲這人做伙就對了，就安不知不覺就敢若講人牽落去行。無最主要係講家庭方面嘛有關係啦，因為阮姐姐因為講種進前講前面因為阮爸爸迄陣就是經營失敗，做因做較失敗了，甲阮姐姐因攏佇差不多讀國小畢業了，多接成國中的時陣，伊就攏就業啊，差讀1年就講就業，攏去做童工啦，攏去上班做童工，攏無讀冊，攏嗰陣就敢出我家己爾，迄陣就嘛差不多幾4、5年的時陣，甲講大家攏對我攏無啥物關係啦，我攏會一直出鄉佇外口，算足孤單就對了，攏會含人大家去佚佗，看電影。還是講去和人去拍電動啦。這是交到歹朋友，還是你家己願意安尼做？嘛是講歹朋友嘛是有。嘛有去拄到歹朋友。喺同學當中嘛是有比較有一寡較愛性的同學嘛是有啊。攏對同學做伙去安尼。像講咱最近這青年攏安尼飆車，你較早敢會甲人飆車？嘛是會啊。嘛是會。我那會哦，你公債還是房債？攏房債。係緊張喎。喏，報誒。我那做廣播就對，反正都迄個時陣就是輸人唔輸陣嘛，輸陣歹看面。反正都較那艱苦，較那你嘛愛結交個足勇敢安尼係啊，迄陣陣嘛是攏含人講話嘛是攏三字經啊。我那會錯就對。大家講話若無三字經，感覺足奇怪。安尼但是恁較早安尼錯攏無感覺無好啊。那嘛是攏會錯，然後我嘛攏會扣分啦然後你對待我無好，你甲我後擺要甲報然後你對我好拄地還是安怎？就甲即馬這社會共款咱即馬出一個青少年看
看人无拄好，找办法就要甲刣，要甲拍，甚至要甲苦毒甲虐待，吼，甚至逼较有诶啦，为楼顶跳咧甲楼骹，要滴甲伊死地啊，吼。我相信这就是这心态就对遮来，吼。受阮姊妹伊所见证诶当中，吼，其实有足侪青少年现在会出代志吼，其实甲这拢有即个关系。像其他这无好诶场所，你敢会行？嘛是嘛是会对人去哦，人讲电动间啊，还是讲落迄落浪球，嘿，迄落比马大迄个马大，吼，迄是拢对，迄其实拢是咱学校啦，吼，也是咱爸母所禁止诶，吼。虽然毋是讲去做啥物伤天害理啦，吼，但是迄种马大啦啥，其实嘛是跋筊诶行为，吼。啊，来去电动玩具嘛是规工沉迷伫遐，吼。了钱搁咧伤心，吼，啊，搁来遐拢一寡歹朋友，吼，啊，难免受伊影响，影响着咱诶言行为，吼，啊，若搁较无好咧，就意思讲袂当挽回地步，就讲有诶人就安尼吼，去互袂去无好诶所在啦，吼，也是去互怪去互骗啦，啊，甚至甲人结伙去抢钱，吼，去偷地去做一寡搁较大件诶代志，吼，当然今日啊，遮就变做干那佚佗，吼，啊，一寡歹动作、歹行为，吼，做诶律甲信诶律当中，吼，良心诶律当中去做一个衡量。对。后来你去互迄个良心诶律，吼，甲你去抹掉，我应该来找罗妈妈来开讲。吼，我相信伊这条路啊对，吼，甚至伊快要找一条，会给我引出一条像伊迄种诶路，因为我感觉迄条路较对，因为伊安尼才好，查囡仔才好，伊诶囡仔才好。啊，因拢有一个真正常诶生活，我感觉应该我是爱即个生活，迄个在你会晓反省啦。哦，所以有当想想讲，咱一寡青少年伫即个行毋着路诶时阵吼，你要改变啊，你要甲咩安那甲用即个教育方式变来教育，有当时伊嘛听袂落。哦，系啊，像我这阵，我相信嘛，做侪人甲你更正诶。有人阮妈，尤其是我较讲。对阮妈妈较歹势，就是伊遐是阮妈妈吼，嘛是拢会甲讲啊，唱慢你吼，一个好好查某仔妈安尼，甲人佚佗，嘿，啊无啥物翘课啦，安怎吼？啊然后吼，讲啥物你无要落马大吼，要开啊，无要搁博，无要搁耍啊，但是迄物件真会沉迷，我10-8箍，我就毋甘。你讲摕倒转？等来，啊会吹我莫耍啊，吼，袂啦，袂搁耍啊。有。也是一样吼，都是克制表，对，拢会哦。他讲啊，你毋通看朋友做伙死过去，哦，他嘛是感觉拢好啦，他嘛是感觉会去。哦，所以一直甲你拄着民生社区吼，真啊所到即个罗家因三个姐妹吼，拄着即个罗传道，了后你就该问一寡有关信仰的问题，迄阵才开始来教会参加聚会。因为足奇妙就是讲吼，我逐天也听到耶稣基督的方面的道理吼，我就是会感觉讲家己做贼心的啦。那讲我那会做一款代志，那就是做了，然后自己很后悔，想过来就是会很后悔。假如讲我哪有这种举止行动，这种违纪吼，这种的脾气，所以有当时毋是只是像讲圣经内面讲吼。心因为来不足啊！像罗马书第7章内面讲，我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又不得我。我相信讲你嘛是做我安尼，一个查囡仔安尼嘛做无体统啊。你嘛是感觉讲，虽然你无啥要插人，别人虽然讲看你无啥欢喜，但我相信讲你虽然无啥要插人，但是你的心内你嘛感觉讲，有我下呢。伫迄个精神当中，当然以义气来讲，我插你甲讲个想安啊。但是以你良心迄心来讲，我就知影哪会安尼。因为你若袂安尼时，你来听到你袂感觉讲，安那拢咧讲我。像圣经内面罗马书内面就咧讲啊，讲人讲起来就是两种力量伫咧争战，一个是恶伫咧争战，一个是善伫咧争战。所以善恶之间伫咧交战。你无希望安尼做，但是你偏偏要安尼做。我心内嘛足希望要行善，要做一个好囡仔，要来好读册，但是你就是无法度。当你来到教会，你有啥物？除了讲你听道理吼，听了真扎心，我哪会安尼？最后所讲你要爱我吼，有种感觉以外，你敢有其他的体验？有啊，也像讲，我就是我他们道团道年吼，来教会报道的时阵，但讲做爱来教会听道理，吼来教会唱诗，我讲
感觉上就是讲，这间教会就是咱我的厝共款，就是有一种安全感。然后咱有一个安全感就对，就爱来教会。所以讲什么所在吼，无讲变较袂无啥爱去，反正咱等下暗时7点是忙7点半，进来教会聚会。都奇妙的吼，较早7点半是要来游手好闲，要来闲逛，即摆煞想讲要来教会，这是判若两人。像讲你是当时得到圣灵？无，就一礼拜了得到圣灵。是啊是，无简单。我得到圣灵了吼。我嘛想讲吼，我做工课的所在，甲神所期望的吼，并无同款，因为神伊无可能讲吼，介意咱伫无介好的所在上班。我那时候来去上班期间，我来想讲我想要来信耶稣，但是神伊无介意我伫即款所在上班，我就想讲实在想讲，无我过去吼，就等下即届吼，领薪水了，我就莫做啊，我就莫做，想讲来找别人头路。有一天。我就坐伫柜台当中吼，就想是讲今仔是安休日呢。咱吼总会当吼，是这时阵吼，免上班来参加安休日，毋知偌好。但是那个心头头安尼想啊，过一困啊，我迄头家就讲我小曼今日无代志啊，你会当去休困啊。我讲讲去，讲奇怪，我奈吼，心肝咧想讲吼，今仔吼来当下去住的毋是真好，奈过一个头家就甲我讲吼，讲小曼你当转去啊，你会当去休困啊咧，我心肝足欢喜的，就去参加第2届迄个安休日聚会，一生当中就是自报道，甲即摆就是参加第2届安休日聚会，迄届就是想讲神正经不是拢是伫咱身边甲咱看顾。个过了差不多1礼拜的期间啦，个发生了我心内所想的7个念头，就是想讲要换头路，就是还未到领薪水的时阵，头家就甲我讲小曼，我是讲这间公司我要收起来啊，不爱做啊，你个就1年就通好转去啊。我是讲他嘛是，我来看我所想的那好像说。就是我所想的，咱无讲出来遐话，咱主要说拢替你解决了。替我安排好势安尼，就是在我离开开会之时阵，就来开始报道，对着青年，感谢主，所以咱想起来就种伫报道甲离开迄个工作当中，迄个工作环境的当中，做1个礼拜时间的啊。你得到圣灵，你会体会啥呢？真欢喜。你伫厝的得圣灵，还是伫教会？咱讲头先是伫咱教会基督当中得到圣灵啦，但是就是但是会小可会紧张会欢喜，说无啥甲表现出来的对啊，就是搁等去厝的时阵嘛，因为搁祈祷，之前可能我家己得到圣灵。咱知影讲一个人要来信耶稣有咱遮魔鬼拢会阻挡，邪灵拢会阻挡，因为讲起来伊就是要甲咱人拔起另外一种迄个属灵的恶社会内底，意思就是讲。无爱互你信耶稣就对，以及无爱互你信真耶稣教会，因为真耶稣教会才是得救的教会啊，真耶稣教会才有保惠啊，才有圣灵，才有真理好听，才会当互咱将来去到天国啊，咱才会当成做神的后生查某囝，才那尊贵像咱以前未信耶稣阵做魔鬼的迄个奴仆都无共款所以你今日嘛是对迄个佚佗的当中，要搁入来咧教会的时阵，魔鬼敢有欢喜？当然嘛是有无欢喜的所在啊。哪无欢喜？你讲？我就是伫圣灵无偌久的一天啦遐阵就是离职了无做遐阵就是伫厝祈祷，有祈祷时目睭开开，我通看到头前3个人啊，迄3个人足明显的，遐阵咱对道理听无介清楚就是讲中迄就是主耶稣啦，我边迄2个就是伊的迄彼得啊是伊的分道就对啊遐阵就是咱对道理无啥物了解，就足欢喜的我看到神就对啊遐间我就去找迄个罗川道娘，伊就甲我讲你第2呢，这我观察几工看卖啊咧啦，就是逐间祈祷，就是拢会出现着迄3个人，拢足明显的，个有过2工了就迄个歹的物件就走出来，像即个心坎甲我那就是石头甲我缀掉的，我感觉我这艰苦拢无法度呼吸，遐时我就感觉讲做无力的，而且嘛是做软弱啊，逐间一目睭一开开就看到迄3个人最明显的人走出来，好这样说就是连到几个迄个兄弟姊妹帮我带倒，间就是转去了就是看到
门一开去，就看到阮兜吼，新面吼，就是中迄三个啦。啊，较准啊。就是正经就是熟的对啊。嘛，就是100%拢就是。哦，就是恁兜迄五常，迄几个？迄三个就对。吼，对。迄就是家人。对。魔鬼啊，魔神啊。过了吼，就是变成我做你难安啊，等下来看圣经吼，就是讲你椅仔坐椅仔就讲要吊起来。就是一直来甲你吵就对了。就是我讲，那要做什么代志吼，拢无法度就对啊。但是吼，连坐咧性祷告吼，就根本就无法度互咱祈祷咯。嘛是讲过了差不多一段时间啊，看到大家伫即摆台岛吼，就先甲咱帮咱，互咱赢过这魔鬼的作为啊。互你了解即个灵界的即个交叉。办互你知影讲，真神甲魔鬼中间的即个差别伫倒位？伊若来甲咱处理的时阵，怎样？你今日咱来神的恩典中间，咱伫教会内面，咱听到你，咱伫祈祷，咱唱诗，咱咧甲人分享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就是足好的啊，拢无啥物异状啊，就是足欢喜的啊。教会内面就是真啊温和吼，真啊亲像一家人共款，尤其是有耶稣伫咱的当中，这种的迄个属灵之乐吼。甲一般即个所谓的迄个车辆的即个工作是差足济。对，我确定讲我所信的吼，来无到这。警告你，搁较。把这耶稣基督吼是较是较实。对。所以表面上伊是要来甲你吵，但是嘛是进一步嘛是互咱知影讲，原来差济。互你搁较进一步相信讲，我无来信耶稣比赛，我若搁伫遐吼，我会惨啊。对。伊嘛虽然讲伊。你要来伊嘛足无欢喜，但是主要说要救你，你嘛是无问题啦。伊嘛是无可能讲家己对你安那因为咱做神的囝，这魔鬼就对咱无权柄。咱逐工就好日，咱逐工拢是平平安安，咱都有通靠耶稣的圣灵甲真理呢，来赢过撒旦魔鬼的迫害像咱一般囡仔，伫还未结婚以前，拢会想讲就是想讲要找一个安尼白马王子，还是讲要建立一个家庭，拢有家己的种种的想法。你感觉像咱一般即个少男少女共款，伫面对这个感情的问题顶面，你有啥物种的试探甲抉择？当然，在咱一般青年当中嘛是总话讲闽南话呢，爱拢有啦。当伫这当中嘛是有实在着有一个咱伫社区内底是一个男生啊。这男生伊就是是讲有写配合我啊。伊嘛是讲希望讲我当下面做朋友。我嘛是足天真想讲做一个朋友尔，反正大家拢嘛是朋友。我是无去想讲但伊要做是咱后面的朋友。讲我嘛是做抉择、做困扰的。伊嘛是讲希望讲我来结婚的对象嘛是属于是教会内底，我就是趁这机会嘛是讲传福音。因为我讲我这项做好的一个信仰我应该分享互大家人来听。我就甲讲我这间真耶稣教会做好的，信耶稣嘛做好的，你会当和我做来听看卖啊。就因讲阮妈妈伊叫去拜拜，要带我去拜拜，我就毋嘛，我哪可能讲含你去信耶稣？伊就爱甲我拒绝的对啊。因为迄个查甫，那个男生长得真的很英俊啊。然后我就当时我想讲我到底是应该放弃我的信仰还是讲爱来对伊？或者是伫这觉得当中我就是他个将近要电影报道会啊，这期间要到，然后想讲这到底是咩安怎较好？我就是我就去找咱教会一个刘妈妈啦，这刘妈妈就分析互我听，伊就甲我讲咱加拉太书内底有讲情欲甲信仰甲信仰相争信仰甲信仰相争，这两个抵触不一定啦互你袂当做你所愿意做的代志。还嘛是搁特别讲保罗讲利己优先由伫我。我只是行出个无由得我，我只是真是苦啊！所以咱叫我脱离这凶恶的共款甲就是这刘妈妈分析互我听了后，我较无咱爱进去嘛是讲伫主内底一个迄个婚姻较实着，还嘛是甲阮靠着主要说，咱会当讲伫这教会内结婚安尼，安尼就是过来了就。为着咱主要说，后来你就安尼勇敢来接受洗了，洗了，你几年了后你就结婚啊？我79年信耶稣嘛
86年来结婚的。结婚啦吼，算伫咱教会内面结婚。恁先生是对啦。嘛是咱南平教会。咱南平教会吼，所以足感谢神的吼，神就是安尼一步一步甲你带领。咱前来听这边吼，咱对这个老树阮姊妹的见证当中，咱有一种一个思考吼，尤其这个时代这个少年人，咱也深深的体会着讲，不管是少年人还是中间的，还是讲老年人吼，其实咱人活这世间，较受影若无耶稣吼，好互咱活靠的时阵，迄亲像敢若像迄创世纪第6章13节内面所讲的吼，讲人的心。人伫神的面头前，这个见到迄气的人，拢已经到尽头啊！因为地面上满了强暴，所以神啊，有一天就要毁灭当时时的世代。伫历史上咱甲看下，真正毁灭了当时时的世代。但是一直到末世日子呢，有一天神还会搁再来，伊来是要用啥？用大火来灭这个世界。圣经内面有咧讲耶稣再来日子，神审判日子来到，所有形质的物件，拢会被烈火烧化。迄个时阵会当讲是最后末一个审判。所以咱会感觉讲，为什么会审判临到了世间人？最主要原因就是啥？人犯罪，人伫神的面头前，伫这个血气当中伫咧活，所以最后的代志呢，拢一直咧产生。人心中呢，实在是非常的忧虑。敢像阿摩司书第8章10内面讲咱的神讲耶和华真神来讲，日子将到，我对他命令这个饥荒降伫地面上。人要饿毋是无饼呢，人喙焦毋是无水，是因为无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咱像阮这以前就是啥，就是像这个饥荒的人同款，就像喙焦人同款。这是心灵的饥荒，这是心灵的喙焦。因为啥物？无耶和华的话，所以有当时安尼走来走去，拼来拼去，因为足侪人伫迄个当中找袂到神的话，所以伫迄个阿摩司书第8章13节伫咧讲，当迄一日美貌的处女。甲少年的男子，拢得甲因为大卡发昏。咱想看觅，咱这个世代是毋是亲像这种的世代呢？毋感谢神手板姊妹会当有机会来到真耶稣教会，咱南宁教会来听这个道理。咱教会内面这兄弟姊妹若是讲有信心、有道理的人，因拢是用主耶稣的话来成做因生活当中的准则。所以伫这诗篇119篇的第9节内面就咧讲，少年人你用什么来洁净伊的行为呢？就是爱遵守神的命令。第10节就讲，我一心敲找你，求你毋好互我偏离了你的命令。第11节就讲，我将你的话藏入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所以互咱知影讲，这圣经内面足侪话，拢是对咱少年人、对咱活这世间的人有一项真大的帮助。这个帮助是对来，对耶和华、对咱天顶、咱真神的话来。所以咱活这世间有当时会软弱、野性，像咱像阮姊妹所讲伫这个无道的过程内底，嘛有起起落落；伫这个无道的过程内底，嘛有情欲甲性命的征战。这种过程呢是错误，也是当你毋知影敲锤的时阵，也是毋知影安怎敲锤的时阵，有当时嘛互咱人毋知影前途要安怎行，有当时嘛会感觉真野性。这就较像以赛亚书40章的28节咧讲你敢毋知影吗？你敢毋捌听见吗？永在神创造了地球的主，伊并无野性，伊嘛无困乏，伊的智慧是无法度测度的。野性呢，伊赐力量；软弱的，伊嘛要赐力量；野性呢，伊要赐能力。就是讲少年人也要野性来跋倒，强壮也得甲跋倒。但是迄个等候耶和华得甲定心得力，伊要得甲亲像迄个鹰展翅鼓伫咧飞，伊奔跑呢也无得甲野性，伊行也袂疲乏。所以互咱知影讲，今日咱若要来行人生的道路顶面，真正要有神成做咱信仰生活当中一个瓦靠。所以像阮姊妹，因为伊得到圣灵有神的这个话伫当中，所以迄神的话会插伊的心，来改变心中迄种的这个无好的迄种的心态。迄种心态其实大家拢有啦，但是咱讲要靠着咱家己意志、咱的气力，还是教育方式咧，叫来行过，这是无可能。所以以西结书神的话36章60嘛咧讲，我也要赐人一个新的心，要将新的灵放入人的内面，伊要将咱呢肉体当中来除掉迄个石头的心。
要塑咱一个肉的心，一个袂感觉的心，就是石头的心；一个无感情的心，做干烦恼啦，行真侪迄个足残忍的代志，迄就是石头心的人才做会出来。但是有肉心，有迄个感觉的心呢，毋是讲咱1分钟跳72个安尼尔吼。最要紧的是啥？有神会领入咱的内头，互咱的心会当做一个真正迄个改革。但咱天顶的主，咱的神啊，真正是足疼咱世间人。伫咱还佫软弱的时阵，伫咱还佫做罪人的时阵，伊就为咱死，为咱世间人定死是决定。今日咱借着耶稣基督保护，咱才会当来免去神的愤怒。咱伫过犯罪恶当中呢，咱才会当靠主的救赎之恩呢，当活过来。这当讲是神极大无比恩典。所以今日真感谢咱树湾姊妹半忙当中，来将伊以前伫年轻的当中所经历一寡发生这个代志的当中，伊有一个足深刻的印象，就是讲，假使若毋是讲主要所祈祷对迄个罪恶当中甲伊拯救出来，咱相信呢，即马的树湾姊妹可能毋知伫倒位啊，是不是安尼？对，你有迄个感觉？有啊。迄个想起来足可怕的感觉。对。之前我就是参加过咱教会什么感化院呐。感化院，云林感化院。云林感化院对，我逐个也去参加迄云林感化院吼。我就感觉讲我若若无来信耶稣的话我一定来去。有可能。讲实，阮妈妈讲对我真正失望，我逐个讲要改，我一定会改，结果根本咱无法度改。心意咱不足。若无神的话，甲你指导咱人生的方向，咱有可能就是听咱真侪遐歹朋友的话安尼咱人生就真正足痛苦的。对。所以这深深的感受才是令咱做一个真好的这个参考啦。对当然这当中阮爸爸妈妈嘛无法对我来信耶稣。伊讲我正经180度的转变，连我家己身边的朋友和我做伙迄落遐朋友拢看着我讲这是真是互我做伙刘秋满都闹性，很闹性，对一个拢表现得拢无共款。算讲一个完全的，是安尼，你可能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完全的改变，所以。真正是神的恩典啊！咱若有当想起来，咱感觉讲伫主的爱中这是何等的好。所以哥林多后书6章17节嘛，跟讲，咱爱对因中间出来，甲因分别出来，唔通惦念迄个无洁净的物件，伊就要收纳咱。先来听下，咱来讲还佫伫这世间伫咧拍拼，咱无对恶者的中间来出来，咱无伫咧恶势力当中出来，咱无对情欲当中出来，咱无对迄个歹行动行为当中，迄个无好话当中出来。咱有可能永远都沉落去但是咱若会当勇敢出来，咱相信主要所基督，伊就要收纳咱。咱伫这哥林多后书6章10节才讲，神要做咱的爸，咱要做伊的后生查某囝。讲这是全能的主讲的，你来看有好无？有。树湾姊妹，你是神的囝，你知？我知。咱的天父就是咱的爸，你知？这福气足大的，是因为咱足勇敢的对迄中间出来。所以主要所祈祷安尼用伊种大慈悲大爱甲咱拯救一步一步甲咱带领咱足清楚行一个目标所以即马建立一个真美满的家庭咱若永远伫神的爱中咱相信咱神的应许就是要洁净咱家己要来除去身体甲灵魂一切污秽咱会通敬畏神对你诚信这是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1节里面所讲的所以愿天父真神来带领咱亲爱的朋友会当甲树湾姊妹同款，爱当安尼，人讲悬崖勒马，爱当对迄个无好环境中间出来，接受耶稣基督保护的拯救，来卸去咱的罪，来勇敢行一条得救的道路。求主耶稣帮助咱，以后若有机会，咱过来邀请咱树湾姊妹来甲咱做见证。伫节目要完成进行，邀请咱听众朋友来向天顶真实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阮伫天顶至高荣耀所在主你的天父，也是临到着全世界各所在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你借着你的圣洁的灵甲阮同在，你看见你众儿女传福音的信心，也看见着阮伫世界众人伫罪恶当中生活的软弱。你的慈悲怜悯，赢过着你的愤怒，因为你是无长久发生气的神。你的慈悲悬过诸天，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的照顾是体贴，是不遗不及的。阮才会望着你怜悯慈爱所竞选的儿女呢，拢是对心内深深体会到天父真神你的大疼爱，就亲像做诗的人，互你的爱深深感动，甲你对阮世间人所启示所写的诗篇同款，互阮的心会当来学你，来称颂你奇妙圣名。神啊，求你为阮做一个清洁的心，互阮内面有忠心有正直的灵。求你，互阮会当永远得到救恩的快乐，使阮乐意的灵来扶持着阮。阮也要甲你的道来指教有过犯的人，做人得甲来归顺你。主啊，求你，互阮的嘴唇会当拍开，互阮的喙当来传扬学乐你的话。亲爱的主啊，你是有怜悯的，有恩典，无经发生气。你有丰盛之爱，你无长久责备，也无永远怀怒。天离地有偌悬，你的慈爱向敬畏你的人也有何等的大。当你使有偌远呢？你互阮过犯离你也偌远。老爸安那来认识儿女，天顶阿爸爸啊，你也同款要来认识敬畏你的人。主啊，我要听你的命令，成全你的旨意，行你喜悦的事，用心灵来过一个感恩而乐见证的生活。因为阮已经淡过你天恩的滋味，阮永远要甲你的性格上有份。主啊，求你互阮众人知影，亲像做诗人所讲的，其实阮人的本体不过是尘土、土沙粉。互阮众人伫这世间上的年日，也敢若亲像草、亲像花同款。经过风一吹呢，这个年日一到，阮就要归到天父真神的怀抱。求神你赐予秋班者啊，伊的全家有丰盛的慈爱，也归到着既然谦卑来顺从敬畏你的人，信靠你救恩的人，也拢当得到这种恩典，因为你是无偏袒人的神。也愿经过一直到永永远远活命的天父真神，继续来祝福保守看顾秋班者一家以及世世代代行行顺顺。求你将阮这样的祝福甲祈祷，也临到了阮节目中虔诚的三信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咱以后再过来请秋班子，甲咱做来分享，感谢天父的信息，大家平安。